真擔心啊，確擔心咩咁擔心咧？早日咧有消息傳出咧，就話唐人街啊，曼谷唐人街眾嘅首長咧，咁為咗要悼念皇太后嘅離世咧，咁啊決定取消今年唐人街嘅農曆新年慶祝活動啦。會唔會影響到市中心一眾商場嘅賀年氣氛咧？暫時嚟講都未見有影響到嘅。咁起碼Siam Paragon外邊咧都仲咁靚先啦。就以Siam Paragon為例啊，外面咧就有呢個 backdrop 啦。咦，仲見到啲泰國人着到好靚喺度影相喎。小姐真係靚啦，又紅又紫啊！呢條隧道好有意思嘅，往往有任何節慶咧都變做節慶隧道，有聖誕隧道啦、潑水節隧道啦，還有而家嘅新年隧道。大家都全程啊去準備慶祝呢個農曆新年。呢個 backdrop 依然靚啊，色彩鮮豔啊，沒有出變成黑色同白色，估計嚟緊亦都唔會有改變咯。商場裏面或多或少都有一啲嘅賀年佈置、賀年氣氛。商場地下呢一個 food court 外面嘅揾食地帶都有啲賀年氣氛，賣一啲同農曆新年有關嘅食物。新正頭、意頭嘅嘢真係好緊要㗎。任何品牌都盡量趁呢個期間去揾你啲錢，唔係帶俾大家歡樂。呢度更加緊要，揾咗兩個古人出現，係咪秦國人啊？係咪尋秦啊？係尋呢個味噌香先啱。超市裏邊就更加有呢啲賀年禮包啊，係啦，同橙有關嘅。哇，仲有金喎，係包住金嘅橙，應該有啲橙用啲金紙去包住先啱。呢樣嘢香港應該冇咯啩？你睇下幾有氣氛。超市咧，久唔久都會巧立名目去因應唔同嘅節日賣啲唔同嘅產品。嚟緊農曆新年，梗係會賣呢啲啦。俾個 wide shot 大家睇睇，哇！咁大抽橙都咪話唔重喎，拎去送禮咪手都軟，係傻啦！泰國人如果真係要咁送禮，會揾人送㗎嘛，自己點會親自拎去咧？啊，仲有呢啲，雖然嚟自國內嘅產品，咦唔係噃？呢個金大枝呢度都有得賣喎，香港嘢嚟嘅喎，金大枝啊咁大枝，金大枝啊咁大枝，呢度有得賣喎。但係會唔會有尋秦記版本咧？應該係冇嘅。估唔到呢度都見到佢哋，呢度有得賣。Hi， Sawadee Krap，Sawadee米啊！拍攝嘅時間係2月6號，可能時間尚早咧，裏邊仲未有一啲嘅熱鬧嘅音樂，遲啲應該會有㗎啦。同埋據知咧，商場咧係各大商場咧都已經重金禮聘到一啲舞獅舞龍隊，到時咧都會周圍演出啊、大頭佛啊、各樣啊喺度同大家開開心心過新年嘅。喺呢度可樂都同大家慶祝新年，係啦，喺呢度買滿若干嘅產品就送你呢個新春可口可樂袋一 pack 個。連佢都加入埋呢個慶祝農曆新年嘅行列啊！講過好多次咧，泰國人好興農曆新年，因應唔同嘅生肖着唔同嘅衫。今年馬年咁梗係着馬衫啦，仲有馬褂添喎。馬衫同馬褂其實係兩樣嘢，不過咁啱得咁少啫。你睇下，大家唔會着黑色，但會着紅色。實在唔知道香港商場嘅賀年氣氛係怎樣，但係泰國咧，基本上任何商場都借頭借路賣好多嘅中式賀年產品同衣服。呢啲會唔會有點而傳統咧？係啦，傳統咧冇問題嘅，唔傳統嘅都有喺樓上。
嗱，剛才咧喺呢個嘅超市就整已但係上到嚟咧就開始聽到啲賀年音樂，過新年，過新年，噠噠噠啲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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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係啦，因為音樂版權嘅關係咧，我又不能夠真係認真地錄嗰條聲俾大家聽，費事又俾人警告。但係話俾你聽，大家其實係有呢啲賀年氣氛嘅商場裏邊啦。呢個品牌咧都有紅衫公仔、紅燈籠高高掛。愛馬仕講明有個馬字，咁梗係有隻馬喺度啦。同去年年底好唔同，去年年底大家知發生咩事啦？全出裏邊公仔啲衫咧就不能夠太鮮色，但係而家話晒農曆新年啊，櫥窗外、櫥窗內啲衫都係鮮豔嘅紅色。各個品牌都有自己嘅賀年衫，紅當當同馬有關，仲俾埋個福字你添。有紅衫又有紅褲，你會唔會買晒一套嚟着呢？我哋睇睇，仲有咩品牌乘機推出一啲賀年嘅產品、賀年服裝啊 Calvin Klein 有賀年袋送，紅色嘅帽算唔算呢？有馬嘅 T 恤算唔算呢？梗係算啦。而家每年咧農曆新年都有一啲嘅版本推出，今年都唔例外。Superdry 呢一件算唔算係呢？我覺得係咯。哇，紅色嘅內褲啊，有馬添喎，呢條先至正啊！又紅又金又馬，你會唔會着呢？着俾邊個睇呢？佐丹奴嘅呢3款賀年 T 恤，香港應該唔會有咯啩？仲有 jacket 添，估計香港嘅 G2000都應該唔會有呢一隻紅馬 T 恤啦。泰國就有啦，紅馬恤衫都有噃。呢啲擺到唔係過期產品、兔年嘅產品，又或者龍年嘅產品，唔緊要，買咗佢之後擺多10年8載再着過。而家平買咗先，遲啲着都得。咪以為呢啲係淘寶貨，咪以為呢啲係淘寶貨啊！泰國設計、泰國製造㗎，係啊，泰國製造都可以好農曆新年 feel 㗎。品牌名字就係呢個啦。啲衫充滿呢個農曆新年嘅風情，好似有少少浮誇，但你 carry 得到就冇問題啦。Ralph Lauren 呢一個品牌都有賀年版本、馬年版本。至於潮人商場 CM Centre 情況又怎樣呢？會唔會都係紅當當呢？嚟到 CM Centre 嘅 Absolute 細人，梗係要嚟我哋肥黑師兄嘅檔口光顧啊！睇下啦，賀年產品已經推出咗啦，紅當當啊！嗱，有呢條巾啊，之前阿 Yan 曾經戴過嘅，係啦，唔係姨媽巾啊，係一個馬年好運巾啊，係咪好靚啊？還有呢一款 T 恤，呢乜得 edition， 只係得10件賣晒就冇㗎啦嚇。仲有呢件衫係咪好靚啊？新年期間梗係要紅當當啦，後面依然有呢個設計喎。啊，人見人愛，車見車載啦喂，跟住仲有新年紅當當之際，梗係要買翻個 passport 套啦，亦都係呢個設計，亦都係肥黑師兄嗰位，也有呢個銀包袋都係紅色嘅，也有我哋嘅 Go Go Let's Go 冬日味道都係紅色。流眼淚、流鼻涕同埋流口水都用呢個姨媽巾啊！跟住各位觀眾 ，Ladies and Gentlemen 同埋駱駝牌嘅暖壺，駱駝牌暖壺一式4款喺呢度都可以買得到啊！於是乎呢個農曆新年你嚟到泰國曼谷，你知買啲乜㗎啦？當然，作為一個潮人商場 CM Centre 裏邊，除咗我哋肥黑師兄嘅產品，仲有其他品牌嘅產品都好農曆新年 feel 嘅喎。Greyhound 嘅呢個品牌就係啦，你係紅到真係紅得緊要啊！呢間直頭緊要啦，又紅又白出晒嚟，簡直紅白歌謠祭啊！呢個泰國品牌出嘅農曆新年旗袍又幾靚噃，但你冇翻咁上下嘅腰圍。
身形你都唔好着啊！呢件咁浮誇嘅，我相信美國 Nike 都唔知道自己有啲咁嘅衫。嚟得呢度睇得就唔爭在去埋 App Store 都實飲，睇下我哋肥黑師兄嘅產品啦，就喺呢度啊！就咁睇，即係話泰國曼谷嘅商場應該仲未受到曼谷唐人街效應所影響。嚟緊各大商場應該理論上都仲會有啲慶祝活動嘅，大家着紅衫嚟旅遊應該都唔會有問題。